同微語一齊看世間，大家好。中共黨內權力鬥爭歷來殘酷，暗殺不斷。第一任黨魁毛澤東係權力鬥爭嘅高手，繼任者亦都係有樣學樣。毛最擅長利用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嘅套路，搞掉政治對手，而且毫無底線，乜嘢人都可能成為佢謀害嘅對象，甚至包括為佢生咗3個仔嘅妻子楊開慧、自己嘅弟弟毛澤民、救佢於絕境嘅彭德懷，仲有佢最親密嘅戰友林彪、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中共開國元勳。只有鄧小平嘅命大，7次暗殺都逃脫啦。究竟係咩嘅一回事？我哋先沖一壺茶，慢慢道來。2023年2月9號，胡錦濤將要全退之際，2次行使中共國家主席職權，簽署主席令，解封咗2項秘密檔案資料。其中一項被列為絕密，係關於已故黨政軍國家領導人建國後遭遇暴力攻擊暗殺嘅檔案資料。不過只開放至省1級黨政軍、政法、公安、安全及有關單位，普通民眾仲係睇唔到。根據解密嘅材料，從上個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末期，鄧小平7度遭遇暗殺，每一次都同毛澤東有關。大家知道，鄧小平早年因為2次棄軍逃跑受到懲罰，一直喺基層當幹部。1952年係毛澤東將佢從四川成都調到北京做咗副總理。幾年後喺中共8大上，毛親自點名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名列黨嘅領導人第6位。毛點解睇中鄧小平呢？當時蘇聯出現反斯大林運動，中共黨內針對毛發起咗反左傾、反個人崇拜、反冒進，而毛就想利用鄧小平嚟搞反右、反蘇同大躍進。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總攬中央日常工作，架空咗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共中央副主席嘅權利，亦因為鄧小平夠心狠手辣，同時亦都俾林彪、彭德懷等人聽話。毛用迷魂湯灌佢話：我睇鄧小平呢一個人比較公道，佢同我一樣，唔係冇缺點，但係比較公道，佢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1957年，毛喺跟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談話嘅時候，話自己嘅接班人第一個係劉少奇，第二個係鄧小平。鄧小平果然冇辜負毛發動反右運動，鄧小平親自主持落實，將接近500萬人打成右派。毛對於鄧小平反蘇批赫魯曉夫嘅功勞津津樂道。鄧小平主持寫作同發表嘅九評，使中蘇關係破裂，走向完全敵對。蘇聯變成蘇修，毛自己成為咗世界革命嘅中心。周恩來等人借助嘅國際同黨外勢力就被打掉啦。直到1973年，毛讓鄧小平復出嘅時候，仍然以此作為證據之一。毛發動大躍進，鄧亦堅決支持，直到大躍進失敗，大饑荒開始。3800萬人餓死嘅殘酷現實擺在眼前，只係後來當毛把林彪呢一個長期不幹事嘅病人突然增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壓到佢呢一個當家大掌櫃之上嘅時候，鄧小平先至突然間明白過嚟啦。毛根本就唔在乎乜嘢國民經濟，只係赤裸裸嘅政治鬥爭，於是開始退卻同觀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披露，毛澤東責怪鄧小平從來唔揾我，從1959年以嚟6年冇向我匯報工作。鄧耳聾，一開會就喺離佢好遠嘅地方坐低。1961年3月，鄧小平冇按照毛嘅意圖安排會議，毛大怒話：呢一個係邊一個皇帝決定㗎？1962年，鄧小平喺一次會議上提出人民公社嘅錯誤，話而家係所有形式中農業係單幹搞得好，不管係黃貓黑貓，喺過渡時期哪一種方法有利於恢復農業，就用哪一種方法。毛澤東生氣地打斷咗鄧之後話：呢幾年錯誤就那麼一點，誰不犯錯誤？人不犯錯誤，天誅地滅。1965年1月，毛澤東喺中共政治局會議上批評鄧小平為首嘅中央書記處搞獨立王國，
1966年文革開始，鄧小平亦都被抄家、被批鬥，但無表面上仲係為佢講好說話，幫佢保留咗黨籍，話要同劉少奇區別對待。鄧被送到江西被軟禁嘅時候，無指使汪東興直接管理鄧小平嘅事務，給佢安排到原福州軍區南昌陸軍步兵學校少將校長嘅小劉，叫將軍劉。正係呢一個時候發生第一次槍擊事件。1969年10月21號，鄧小平被遣送到江西省新建縣黃城崗一個廢棄嘅步兵學校軟禁。第3日，即係10月23號清晨，有多名武裝民兵衝入學校，朝鄧小平住所亂槍掃射。但係由於目標錯誤，遭掃射嘅係看管鄧小平嘅警衛班，警衛人員當即反擊，多名武裝民兵被擊斃。林彪事件後，內部指稱呢一個係林彪授意江西省軍區做嘅，但80年代初審查林彪集團嘅時候，證實並非林彪所策劃或授意嘅，咁會係邊一個呢？1973年2月20號，中共中央辦公廳派出蘇製伊爾14飛機到江西接鄧小平返京等候分配工作，但江西省軍區又接到緊急通知，安排鄧小平乘坐火車返京，由軍區參謀長率領一班警衛加掛一節軟臥車廂，結果伊爾14飛機喺飛返北京途中喺安徽上空解體啦。呢一次嘅背景係1971年9月13號林彪死後，無為咗鉗制周恩來，又諗起咗鄧小平。林彪叛徒摔死喺蒙古草原上，至今仍然係一個謎，好可能係無嘅傑作。林彪死後，周恩來手下嘅人一下填補咗好多空缺，加上周恩來身體亦都唔太好，無呢一個時候啟用鄧小平係一舉兩得。鄧小平復出，江青為首嘅文革派好不滿。所以呢一次暗殺安排，好可能係冇故意俾鄧一個下馬威，警告佢要夾住尾巴做人，亦有可能係江青嘅文革派所為。總之係跟佢復出有關。鄧復出後喺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冇特別指定鄧小平列席，為咗通過冇嘅考驗，鄧喺會上主動發言批評周，話你而家嘅位置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別人都係可望而不可及，而你是可望可及。希望你自己能夠十分警惕呢一點。無好高興，再次給鄧小平加官進爵，鄧小平再次進入中共最高層。1975年，隨住毛身體嘅日漸衰弱，想除掉鄧小平嘅念頭更加強烈。9月嘅某一日，鄧小平、華國鋒、江青等人一行到山西省大寨召開並主持學大寨現場會議，鄧小平等喺大寨招待所住宿。傍晚，鄧小平喺秘書黃瑞林同警衛陪同下喺山坡上散步，突然有人射嚟冷槍，警衛朝放槍黑影還擊，槍手逃脫。周恩來病重嘅時候，向毛推薦鄧小平。1975年，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以及第一副總理。佢開始實施整頓，實際上係部分地糾正文化大革命嘅錯誤，引發毛澤東同四人幫嘅不滿。1976年4月，周恩來去世，引發4.5天安門事件。毛話佢哋悼念恩來係咒罵我唔早死，亦或係我發動文化大革命結下嘅怨仇。呢場爭鬥較量仲係啱啱起步。4月某日，毛撤銷咗鄧小平在黨內外一切職務，將佢安排到北京軍區玉泉山招待所5號樓一層軟禁。傍晚，鄧小平被軟禁嘅嗰一層突然電源短路起火，整層樓全部被燒毀。嗰一晚，鄧小平被安排學習後，由葉劍英部署嘅警衛陪同去浴房沖涼，先至避過一劫。根據張玉鳳嘅回憶，毛話我走後，政局會亂會變，可能會借用我嘅招牌變通一下。你哋唔信，我信，我至死不會改變。什麼高舉毛澤東思想，按毛指示辦，
仲有乜嘢誓死捍衛、無限忠於，都係唱俾我睇㗎。嗰個副統帥、人民嘅好總理、永不翻案嘅鋼鐵公司老闆，仲有喺度養病嘅一啲老帥將軍，佢哋係不滿我㗎，反對我㗎。毛澤東口中嘅鋼鐵公司老闆就係指鄧小平。佢曾經對鄧小平話：你呢，人家有啲怕，油中有光，面裏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係鋼鐵公司。喺毛死前2個月，1976年7月嘅某日，鄧小平接到通知，被安排到河北省承德避暑山莊避暑。鄧小平料到毛冇咁好心，表面答應，臨到去嘅嗰一日，突然以要去醫院複查身體為由冇去到。安排送鄧小平到承德嘅日製小旅行車，被調配到國防部專用嘅時候，經檢查發現前輪軸已經斷裂。喺公路行駛嘅時候，隨時都會翻車燃燒。汪東興當時亦都曾經通知鄧小平，除非有佢嘅通知，千萬唔好外出。汪東興係毛嘅大管家，佢好清楚毛喺死前想將鄧除掉，因為喺呢一個之前，朱德已經被佢除掉啦。毛喺臨死前話，鄧小平喺黨內喺社會上有基礎有能量。批鄧要繼續，唔能夠掉以輕心。那一日鄧跳將出嚟，就徹底打倒，讓佢去見劉同埋周。而之後2次暗殺係喺毛去見馬克思之後，佢嘅追隨者做噶。1980年3月嘅某一日，鄧小平到濟南軍區視察工作，喺軍區會議上做報告之後，返回座位嘅時候，會場執勤警衛大叫：捍衛毛澤東革命路線，打倒鄧小平，為江主乙報仇嘅口號，朝鄧小平座位連發多槍。鄧小平被身邊警衛遮蔽，躲過一劫。1988年2月某日，鄧小平、陳雲、楊尚昆等人喺上海西郊賓館過中國新年。4名自稱係毛澤東主義戰鬥隊嘅持槍武裝分子混入西郊賓館，與執勤武警駁火。3人被擊斃，1人被捕，並且從佢哋身上搜出準備暗殺鄧小平用嘅住處地圖、烈性炸藥、無聲手槍、縱火燃燒器材等。中共本來就係一個暴力黑幫組織，佢嘅本質就係一架殘酷無情嘅絞肉機。佢頂禮膜拜嘅魔頭列寧曾經話過：暴力比100次辯論更有效。為咗爭奪權力，暗殺已經成為中共高層消滅異己同政治對手嘅手段。鄧小平之後，好似胡錦濤就3次遭江澤民暗殺，周永康、薄熙來密謀政變搞掉習近平，習近平亦都係惶惶不可終日，擔心有人暗殺佢。2023年喺習近平手中消失嘅中共官員越嚟越多，李克強、秦剛等都莫名死亡。中共高層包括習近平本人以及眾多官員都活在持續嘅恐懼中，邊個都擔心會成為下一個刀下鬼。